你與永恆僅隔一次心跳嘅距離。就喺此刻，當你聆聽呢啲話語嘅時候，你嘅心臟正在跳動，但終有一日佢會停止。嚟緊會發生咩事呢？呢個問題困擾咗人類數千年，而今日我將向你展示揾到確切答案嘅唯一方法。死後嘅生命呢一問題，並非只係哲學層面嘅好奇，佢係你一生中將要面對嘅最重要嘅問題。縱觀歷史，無數智者都曾思索過呢個奧秘，但大多數探索方式最終都走進咗死胡同。今日我想同你分享啲人用嚟解答呢個終極問題嘅3種方法，並揭示點解只有其中一種方法能為你帶嚟你迫切需要嘅真相。第一種方法睇似顯而易見，向活着嘅人請教，但問題在於冇任何一個活着嘅人經歷過死亡並重返人間講述呢一切。當偉大嘅哲學家孔子被問及死後嘅生命嘅時候，佢嘅回答發人深省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？即便係如今世上最睿智嘅聖賢，亦都缺乏親身經歷死亡嘅體驗，佢哋尚未走完自己嘅人生旅程，更遑論跨越嗰道界限，進入死後嘅未知世界。第二種方法呢，就係請教逝者，但係顯然呢，我哋冇辦法同死者溝通。若真能做到每樁謀殺案都能瞬間偵破，受害者只需指認兇手即可。然而歷史上冇任何一樁罪行係通過呢種方式解決嘅，因為死者無法向我哋開口。呢個就引出咗第3種方法，亦都係唯一有效嘅方法。請教嗰位完整經歷過人生死而復生嘅人，呢個人就係耶穌基督。喺整個人類歷史中，耶穌係獨一無二嘅存在。儘管偉大嘅哲學家、宗教領袖以及頗具影響力嘅人物都曾離世，且永久停留喺死亡之中，唯有耶穌戰勝咗死亡本身。聖經記載，佢為我哋嘅罪而死，被安葬後喺第3日復活。正因耶穌嘅經歷過生，也經歷過死，而後又重返世間，唯有佢擁有呢權柄，講述墳墓之後嘅世界究竟係咩模樣。佢所揭示嘅真相如下：首先，上帝創造你嘅時候，賦予咗你永恆嘅靈魂。當上帝創造人類嘅時候，佢將生命之氣吹進我哋體內，使我哋成為擁有永恆存在嘅活魂。其次，我哋嘅靈魂被罪所玷污，呢個罪使我哋同聖潔嘅上帝隔絕，並阻擋我哋進入天堂。聖經中話，世人都犯咗罪，虧缺咗上帝嘅榮耀。第三，上帝深愛你，以至於佢通過耶穌基督為你提供咗潔淨嘅方式，就如同有人為你還清咗銀行嘅債務。耶穌喺十字架上為你嘅罪承擔咗刑罰，為你提供寬恕與生命嘅重建。第四，當你相信耶穌嘅時候，你嘅靈魂將升入天堂，咁係一個冇痛苦、悲傷與苦難嘅地方。喺嗰度，你將永遠同上帝同在。所以你個選擇係，你會相信一個從未經歷過死亡嘅活人咩？你會試圖請教無法回應嘅死人咩？定係會相信嗰位戰勝咗死亡並為你提供永恆生命嘅人？耶穌話：睇邊，我企喺門外叩門，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嘅，我要入到佢嗰度去。此刻佢正在叩擊你心靈嘅大門。問題唔在於死後係咪有生命，耶穌早已回答咗呢個問題。真正嘅問題係你將在何處度過永恆。你無需再疑惑，你無需懼怕未知。耶穌今日便為你預備咗永生嘅禮物。若你已準備好接受呢份禮物，只需對上帝話：你相信耶穌基督係你自己嘅主與上帝，感謝佢為你贖罪而死，並賜你新嘅生命。你嘅永生此刻自可開啟。請記住，你與永生僅一步之遙，務必確保自己已做好準備。